NBA 季後賽東岸第二輪嘅戲碼都已經產生，克利夫蘭騎士將會同印第安納溜馬爭入分岸決賽。騎士今季得到64勝18負聯盟第二嘅戰績，佢哋今季都憑住高效嘅進攻同埋穩固嘅防守成為奪冠熱門，而溜馬則以50勝32負嘅成績成為東岸第四。佢哋依靠哈利仔嘅組織能力同埋一眾年輕球員嘅成長，展現出黑馬嘅潛力。而喺常規賽，溜馬更加喺對騎士嘅4場比賽中贏咗3場，都有一定嘅對賽優勢。然而，季後賽嘅強度同埋戰術嘅調整都可能會改變呢個局面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壯子籃球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騎士對溜馬嘅系列賽，到底係邊一隊可以走到下一輪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騎士喺今個賽季嘅崛起都係令人矚目，佢哋以15連勝開局，並且喺整個賽季保持高水準嘅水平，場均得分121.9分，投射命中率有住49.1%，三分命中率亦有38.3%。新教練 Atkinson 嘅動態進攻體系同埋 D'Angelo Hunter 嘅交易，都讓球隊嘅陣容變得更加均衡。而溜馬就延續咗上季東岸決賽嘅勢頭。哈利仔場均有住18.6分、9.2個助攻，帶領球隊以團隊配合同埋快速嘅節奏挑戰強權。兩隊都係進攻火力十分之強勁，而且都係團隊型嘅球隊，佢哋嘅較量都係十分之得球迷去期待一下嘅。我哋先嚟睇下兩隊今季嘅表現。騎士喺24至25賽季展現出聯盟頂尖嘅進攻效率，場均得分121.9分，投射命中率49.1%。三分命中率38.3%。新任教練 Atkinson 打造咗一套快速動態嘅進攻體系，強調 ball movement、積極跑位同埋內外嘅結合。Donovan Mitchell 作為球隊嘅得分核心，雖然佢今年嘅得分數據都有啲下降，但係佢分出球權之後，都令到加靈同埋 Mobley 等嘅隊友得到更多嘅機會，讓整體嘅進攻都變得更廣、更加難守。而加靈就承擔更多嘅組織責任。而佢嘅組織都令到騎士嘅進攻變得更加流暢。Evan Mobley 今季都有進一步嘅進化，場均18.5分。今季佢嘅三分能力更加係開發咗出嚟，為球隊創造更多嘅空間，而且自主進攻能力都有所提升，令到球隊嘅硬解能力都有所提升。而 Jarrett Allen 就以70.6% 嘅投射命中率提供高效嘅終結。而喺季中，佢哋交易嚟嘅 D'Angelo Hunter 都係球隊嘅重要補強。佢嘅全能性、持球進攻、無球跑動、防守彈性，讓騎士喺鋒線嘅位置都更加均衡，都解決咗過去陣容重頭重尾嘅問題。然而，騎士依賴三分波嘅風險喺季後賽高強度防守下，可能都會被放大。佢哋後場防守薄弱嘅問題，亦有機會被溜馬嘅後衛群針對。而喺首輪對邁阿密熱火嘅系列賽中，騎士以4-0橫掃對手，場均淨勝30.5分，每100個回合得分高達136.2分，創下咗 NBA 季後賽嘅系列賽最高進攻效率紀錄。佢哋嘅有效投射命中率達到63%，進攻端多點開花，更加係打到泰拉希和趕要 Jimmy Butler 先至可以贏波，幾乎都係無懈可擊。但係唔好忘記嘅係，熱火始終都係一支東岸第10嘅球隊，佢哋嘅實力始終都有啲差距。我哋都係未能夠睇到騎士佢哋嘅問題嘅。另外，騎士嘅防守以內線雙塔為核心，二人都構建咗聯盟頂尖嘅護框能力。加靈場均9.7個籃板同埋0.9個封阻、0.9個偷波，以及莫布尼嘅9.3個籃板、1.6個封阻、0.9個偷波。佢哋嘅防守覆蓋能力以及靈活性都會讓佢哋能換防到外線。當中莫布尼嘅換防能力更係更為出色嘅。Hunter 嘅加入亦進一步加強咗側翼嘅防守。喺首輪對熱火嘅比賽入邊，騎士就將對手嘅每100回合得分限制到去112分，遠低於熱火常規賽嘅進攻效率。咁樣都反映出騎士唔單止係進攻強大，防守端同樣係非常之穩陣，能夠有效應對唔同類型嘅對手。不過佢哋後場防守嘅問題都有可能會成為哈利仔同埋 Lamb 嘅突破機會。佢哋嘅身高亦有機會會被史亞琴揾錯位嚟打，呢點都會係佢哋嘅防守隱憂之一。而溜馬方面，佢哋嘅進攻同樣以團隊進攻同埋快速節奏而聞名。佢哋場均得分有住117.4分，投射命中率有48.8%，
哈利仔毫無疑問都係球隊嘅進攻大佬，場均有18.6分、9.2個助攻，帶動全隊流暢嘅進攻體系。佢嘅傳球視野同埋比賽閱讀能力，亦讓溜馬嘅進攻充滿多樣性。而史亞琴場均19.8分，憑住中距離投射同埋突破能力，成為咗球隊重要嘅得分點。佢亦會係球隊戰術打唔到出嚟嘅時候嘅一大重要硬解點。而 Miles Turner 喺內線都可以提供一定嘅投射能力，同時佢嘅3分投射亦可以有效拉開空間。除咗佢哋之外，球隊中嘅年輕球員就好似 Lampard 同埋 Liam Smith 都能夠喺進攻端貢獻穩定嘅火力。就咁睇落去，都知道溜馬嘅進攻特色無疑都係奉行平均主義。佢哋都係非常之注重 ball movement 同埋團隊配合，而唔係依賴單一球星。隊內好多人都可以持球、突破、投射，多點開花都非常考驗對手嘅防守。呢種打法喺常規賽中嘅表現都係好出色嘅，場均助攻達到29.2次。喺上輪佢哋都係靠住多點開花嘅進攻，令到公鹿嘅防守顧此失彼。當然，佢哋接落嚟面對騎士強大嘅內線防守，都需要更多嘅外線火力去拉開空間。不過，溜馬喺上輪嘅關鍵時刻嘅表現都係令人印象深刻嘅，尤其係喺第5場打加時賽嘅逆轉勝，都反映出佢哋嘅韌性同埋決心。呢種嘅態度，面對東岸第一嘅騎士都係有必要嘅。而防守方面，溜馬今個賽季嘅防守都有所提升，場均失分較上季都有啲下降。雖然仍然未達到聯盟頂尖嘅水平，但喺首輪對公鹿嘅比賽入邊，佢哋都能夠將對手嘅每100回合得分限制到係111.1分，都低於公鹿常規賽嘅進攻效率嘅。而 Turner 作為球隊嘅防守核心，場均2個封阻嘅能力都能夠為內線提供一定嘅保護。而史亞琴亦能夠喺側翼防守中貢獻力量，Lampard 嘅積極偷波亦有效製造對手嘅失誤。而佢哋注重快速輪換同埋壓迫嘅防守，試圖透過偷波同埋失誤轉化為快攻得分。不過佢哋呢次面對騎士強大嘅內線同埋外線火力，佢哋嘅防守都將會面臨更大嘅挑戰。而騎士同溜馬呢輪系列賽嘅看點都有好多，就好似內線嘅組合 Mobley、Allen 對上 Turner 同埋史亞琴。騎士呢對內線組合都可以能夠好好地應對 Turner 以及史亞琴。佢哋既唔會被 Turner 嘅射程牽制得好緊要，佢哋亦有充足嘅機動性去補位，亦唔喺同史亞琴嘅溫案溫中落入下風。史亞琴自身都唔係啲好擅長3分投射嘅球員，佢嘅攻擊範圍主要都係喺3分線內，無論係 Mobley 定係 Allen 都可以匹配到史亞琴嘅移動能力。相信史亞琴喺今輪系列賽都會好難受，而且更重要嘅係騎士雙塔都唔會比哈利仔嘅擋拆懲罰得好多。佢哋都可以外擴到3分線外防守，而且哈利仔都唔算係速度好快個 type 嘅控衛，所以如果溜馬打擋拆嘅話，騎士都有能力去打換防嚟應對嘅。如果騎士佢哋真係打換防，咁樣哈利仔就唔能夠好好地喺進攻端揾到隊友，或者陷入單打獨鬥嘅境地。如果佢哋串聯唔到起嚟，咁樣溜馬就會變得好危險。不過相反，騎士雖然都係一支打得好快嘅球隊，但係佢哋喺防快攻方面都係略顯不足嘅，但快攻偏偏就係溜馬嘅強項。如果騎士跟住佢哋打快，或者都會俾佢哋帶住嚟走。不過當然，騎士都係一支十分之全面嘅球隊，佢哋即使唔打快，打陣地戰都可以打出唔錯嘅成績。佢哋喺陣地戰中都有一套相當之難守嘅戰術，佢哋都好常會喺陣地戰中使用高位雙擋嘅戰術，利用雙塔其中之一嚟衝內線，再利用另一位射手擋出嚟射3分，配合上加零自走炮同埋傳導能力，都可以打出相當之多嘅變化。試諗下有住終結能力非常好嘅 Jarvis Allen 衝擊內線，對面又會唔會敢喺佢 roll in 嘅時候唔收縮防守呢？但與此同時，外面又有位好似 Hunter 或者 Max Strus 呢啲有住40% 3分命中率嘅射手喺度，對面又會唔會敢放空佢哋呢？而且呢個戰術亦可以有好多嘅變奏出嚟，你用無球掩護擋射手出嚟，再作雙擋戰術又可以借掩護打錯位。以溜馬嘅防守紀律，佢哋又可唔可以抵擋到呢？所以雖然騎士本身都有能力打快，但個人認為呢輪系列賽騎士都有好大機會會打翻慢落嚟。呢個都係騎士強大嘅地方，可以適應大多數嘅場合，因應對方嘅特點嚟調整進攻防守。溜馬要贏，佢哋最好都係要逼佢哋進入自己嘅節奏先得，用自己最擅長嘅嘢先至有機會可以打贏佢哋。因此呢輪系列賽都唔會係好似熱火嗰輪咁一面倒噶啦。
個人認為溜馬都有機會喺騎士身上偷到1至2場。佢哋要贏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逼到騎士進入自己嘅節奏，以及佢哋可唔可以好好針對雙位嘅防守嚟打啦。唔知大家點睇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支持，中意 Super Fan 之後得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